英国的电信公司利用 AI 开发一种开讲的机器人，叫做戴氏阿嬷。伊的功能是用来接诈骗电话，甲诈骗集团讲东讲西，甲诈骗集团时间定调咧，互因无时间、无气力去甲别人诈骗。戴氏阿嬷推出了后，已经浪费诈骗集团几100点钟的时间啦。It's nearly been an hour. For the love of Gosh, how time flies. 英国上大的电信公司 O2 开发的 AI 阿嬷戴斯甲诈骗集团乱开讲1点钟，互诈骗集团是愈讲愈生气。这就是 O2 推出的 AI 开讲机器人目的，用来浪费这诈骗集团的时间。有老大人定然是诈骗集团的目标，所以甲戴斯设计诚侪爱编辑的阿嬷，真机卡个趣味。电信公司讲，就已经接听1000多通诈骗的电话，浪费这诈骗集团几100点钟的时间。有一个歹徒甲戴斯已经开讲40多分钟，也无想要甲电话切断，也想要讲继续甲骗落去。The great thing about AI is that when it's talking to AI, it's not talking to real people and scamming them out of their hard-earned money. 真侪是个 AI 开讲的机器人，但是有的就是时间，24小时拢会接听诈骗电话，而且什么拢会开讲，也会挑讲，莫讲这银行的口罩，也有信用卡这敏感的资讯，也是乱编这资料。电信公司会甲开讲的内容经由演算法分析诈骗集团定来用的话术，结果提供给警方。研究专家指出 ，AI 技术只要一出5秒钟的语音，就使复制对方的声音的特征，而且相关的程度有达到70%。这项技术已经被公布了，要也恐惊变做2个 AI 互相开讲的情况。You need to consider the potential for an AI arms race where the people who are scamming and being baited use an AI to scam, and you end up with two AIs essentially learning from each other at war with one another. 不过，有专家讲 ，AI 也有正面的影响，但是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Because while they're busy talking to me, they can't be scamming you. And let's face it, dear. 根据 O2 的数据显示，67%英国人讲烦恼真侪诈骗的受害者，1/4的人每礼拜拢会做无同程度的诈骗。希望有更加多科技公司共同来投入研发，有效来阻止愈来愈严重的诈骗的案件。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